听人伫咧讲一粒比百粒寒，毋过讲到这水牛，即马是无所在挺好看到，这学生囡仔要安怎会了解咧？讲到咱即马农业环境伫咧改变，即马含英国已经是无共款的种植方式啊。为着要互这学生囡仔对犁田有实际体验，嘉义大南的地方创生团队举办实农教育，请这水牛来做因的老师，希望互学生囡仔会当伫咧课本以外，了解到这水牛甲种植之间的关系。 对它的功用就是翻土了。老师向各小学生囡仔介绍牛犁，解说较早牛是安怎用牛犁来犁田。嘉义县大南三河国小举办实农教育的课程，请一只水牛来到学校，互囡仔实际来接触早期农业社会经牛。牛就是咧帮咱水稻的田咧种地嘛，所以互因了解讲，因食米的迄个米。 过程安怎来的？种植的过程是安怎来？觉得很开心，然后今天看到水牛是我第一次看到。在较早的农业生产内底，牛真重要。为了要让学生囡仔知影农业环境的演变，嘉义县农会配合大南镇的地方创新团队，邀请保存金牛文化的青农，牵牛来替学生囡仔上实农教育的课程。实农的这个教育吼，期盼到咱的校园的合作之下，除了互囡仔学到以外，其实咱嘛希望把安尼好的食材会当带入到咱的营养午餐内底。更较了解讲咱以前的农业社会，咱的劳动的这个动物，这个水牛，互咱的囡仔会当更较近距离的，来含这个水牛熟悉。嘉义县农会表示。 较早庄稼四界拢看会到的水牛，即马是愈来愈罕见。这个课程除了互囡仔补充课本以外的农业知识，嘛希望互因伫实农教育当中了解台湾农业生产甲文化的过程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